台中台湾大道和自由路口，昨有一个负责人伫咧过路线顶悬哪跳哪耍，害公车唔敢越，行去甲弄着。警方表示，若确认这个过路人违规，会使罚伊500块。负责人行伫咧斑马线过车路，煞雄雄放慢脚步，若像咧散步，搁沿标线咧行，若咧行更速。也毋过，这是车流量真大的路口，边仔要转弯的公车嘛，只好等伊先过。 那个东西来讲，就应该要有警察来严法取缔才对啊！不然来讲，这个东西开车人也危险啊，那其他用路人也危险啊。因为我觉得我还是会尊重那个开车的人啊，不要让他等太久啊，还是要体谅一下。不过真的是小孩、老人，还是要礼让他们啊。 代志发生伫台中市中区台湾大道甲自由路路口，昨昏有民众看到这个过路人行路的速度真慢，疑似超工要甲转弯的车辆挡掉咧，嘛耽误公车的起行。警方表示，虽然无接到报案，也毋过这个过路人涉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无排除对伊开罚。处以阻碍交通，处行人新台币500元。 罚款是要求我们的驾驶一定那个转弯的时候，要转弯之前一定要停看行。客运业者表示，目前除了要求司机转弯进前爱停车才阁使，嘛爱用镜头做确认，确保过路人的安全。嘛强调，无强制要求司机一定爱准时。交通团体是认为，这个过路人敢有违规，就要看情形来判断。少数人的违规状况也不至于去影响 全体的比较具观念的路权的问题啊，而是说这个少数有违规者去，比方说警方去处理，社工去处理。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，每一个过路人的状况无同，敢有造成违规，也是交通的问题，搁爱讨论。也过路人甲司机爱互相尊重，才通确保道路的安全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